你有冇試過今日其實都算正常，冇發生咩大件事，但就係因為一個 WhatsApp、一封 email、一句說話，你成個人即刻變咗。上司夜晚11點 send 嚟一句聽朝之前俾我，你望住個電話，心口即刻實晒。你明明知道可能佢只係急，可能佢唔係針對你，但你個腦已經開始轉，點解又係我？又或者伴侶喺你返到屋企嗰一刻講，你成日都咁夜，本嚟你已經攰到冇力。聽到呢句即刻頂返一句，我都係為咗頭家啫，你估我想咩？然後大家開始冷戰，明明你想被理解，最後變咗互相傷害。好多成年人都好熟呢種感覺，表面上我哋好能幹，返工交數、供樓、照顧屋企、處理一堆 deadline， 人哋睇你可能會覺得你成熟、負責任、醒目、靠得住。但係當情緒一上嚟，你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，你會爆、會縮、會討好、會死撐、會扮冇事。你明明好識分析別人嘅問題，但一輪到自己就失晒方向。所以今日我哋要講嘅其實唔係一本普通講 EQ 好重要嘅書。今日我哋要用 Daniel Goleman 嘅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去睇一個成年人好常見嘅卡關位。點解你咁聰明、咁努力、咁識諗，仍然處理唔到自己嘅情緒？呢一集唔係想叫你變成一個永遠冷靜、永遠微笑、永遠大方嘅人。老實講，嗰啲唔係情緒智慧，嗰啲好多時只係壓抑得好靚。真正嘅情緒智慧唔係冇情緒，而係你開始知道我而家發生緊咩事，我點解咁大反應，我真正想保護嘅係咩，我可以點樣回應，而唔係俾情緒揸住我行。如果你一路以嚟都覺得自己太敏感、太易嬲、太容易被人一句說話影響，今日呢集可能會幫你重新理解自己。你未必係壞咗，你可能只係從嚟冇學過點樣讀懂自己嘅情緒說明書。我哋由一個好簡單嘅問題開始。你平時點樣形容自己嘅情緒？好多人嘅答案其實好少字，嬲、煩、冇事、算啦。尤其係冇事呢兩個字，幾乎係成年人嘅保護色。有人問你，你係咪唔開心？你話冇事。有人問你，你係咪嬲？你話冇呀。有人問你，最近係咪好大壓力？你話都係咁啦。但係冇事，好多時唔係真係冇事，而係你唔知點講。你可能由細到大都冇乜機會學習情緒語言。你讀書時被問嘅係分數，唔係感受；你返工時被問嘅係進度，唔係狀態；你做父母時被期待嘅係付出，唔係脆弱；你做人仔女時被要求嘅係孝順，唔係界線。慢慢你就會形成一個習慣，有情緒收埋先，唔舒服頂住先，想喊忍住先，想講算啦先。問題係情緒唔會因為你唔講就消失，佢只會轉形式，可能變成暴躁、失眠、拖延、冷漠，變成突然間對身邊人好冇耐性。你以為自己係脾氣差，其實可能係你身體同個心已經累積咗好多未被理解嘅信號。高文呢本書最重要嘅提醒係，人唔係只有理性一套系統，你唔係一部純粹靠邏輯運作嘅機器，你有一個會諗嘅腦，亦有一個會感受、會警覺、會保護你嘅情緒系統。當你覺得安全，你可以好理性，你可以分析利弊，可以安排時間，可以聽人講，可以慢慢回應。但當你覺得被否定、被威脅、被比較，你個情緒系統就會快過你嘅理性。你未必係故意失控，你係身體先行一步進入防衛模式。例如你父母喺飯台問你，隔離屋個女都買樓啦，你呢？理性上你知道香港樓價、收入、人生選擇全部都唔係一句說話講得清。但情緒上，你可能即刻覺得自己輸咗，覺得被比較，覺得多年努力都冇被看見。你表面笑笑，口話係啦係啦，但返到屋企，你成晚唔開心。呢啲就係情緒智慧要處理嘅位置，唔係叫你冇反應，而係幫你喺反應同反擊之間拉開一個空間。第一個核心概念叫自我覺察。自我覺察聽落好簡單，其實好難，因為好多成年人最唔熟悉嘅人就係自己。你可能好熟悉公司制度，好熟悉小朋友學校要求，好熟悉伴侶鍾意食咩，但你未必熟悉自己嘅情緒變化。你知自己嬲，但你未必知嬲下面係失望。你知自己煩，但你未必知煩下面係無助。你知自己唔想講嘢，但你未必知你其實係覺得唔被重視。好多時我哋以為情緒只得表面嗰層，嬲就係嬲，喊就係喊，焦慮就係焦慮。但其實情緒好似一個信封，入面有信息。
你唔打開佢，你就只會見到外面嗰個顏色。例如你成日對伴侶嬲，你覺得佢唔幫手、唔主動、唔體諒，每次你一開口就變成指責，你可唔可以生性啲？但如果你停一停，認真聽自己，你可能會發現嬲嘅下面其實係孤單。你真正想講嘅唔係你真係好差，而係我一個人撐得好攰，我好想你同我一齊面對。呢兩句說話帶出嚟嘅結果好唔同。第一句會令對方防衛，第二句有機會令對方靠近。再講個職場例子，你有冇遇過有啲同事一開會就好鍾意挑戰你？佢問問題，你即刻覺得佢針對你，你越講越快，最後成個會變成你同佢角力。但如果你有自我覺察，你可能會喺心入面捕捉到一個信號：我而家好緊張，我覺得自己被質疑，我想證明自己冇錯。當你講得出呢句，你就唔一定要即刻反擊，你可以停一停，問一句：你係想了解個假設，定係擔心個風險？呢個問題就會將場面由攻防拉返去合作。自我覺察唔係情緒分析癖，唔係每分鐘都問自己感受，佢係一種基本能力。你知道自己而家喺邊個狀態，你知道自己係清醒定係已經被觸發，你知道自己係想解決問題定係想贏返啖氣。我哋成日話要成熟，其實成熟第一步唔係忍住唔嬲，而係知道自己嬲緊。因為你唔知道自己嬲緊，你就會扮成講道理嘅樣去攻擊人；你唔知道自己驚緊，你就會扮成好有計劃咁控制所有人；你唔知道自己傷心，你就會扮成無所謂咁疏遠人。情緒智慧嘅起點就係將我冇事拆開，你可以試下將我冇事換成幾句更準確嘅說話。我唔係冇事，我係有啲失望；我唔係冇事，我係覺得被忽略；我唔係冇事，我係好驚自己做得唔夠好。當你可以講清楚，你就開始有選擇。未講清楚之前，你只係被一團模糊情緒推住走。第二個核心概念係情緒管理同自我推動。一講情緒管理，好多人會誤會，以為即係唔好嬲、唔好喊、唔好發脾氣。尤其工作文化好容易將情緒管理變成你唔好影響效率，你唔開心收工先講，你覺得委屈，大個人啦。但真正嘅情緒管理唔係叫你消滅情緒，而係唔俾情緒成為唯一司機。例如嬲，嬲其實有功能，嬲好多時代表你覺得界線被侵犯，覺得唔公平，覺得某樣重要嘅嘢冇被尊重。問題唔係嬲，問題係你將嬲變成咩行動。你可以用嬲去講清楚界線，也可以用嬲去攻擊人。你可以用嬲去推動改變，亦可以用嬲去破壞關係。情緒本身未必錯，但情緒帶出嚟嘅行動需要選擇。再講焦慮，焦慮有時係一個提醒，提醒你有風險、有不確定、有嘢需要準備。但如果你唔識處理焦慮，佢就會變成不停幻想最壞情況。你未見工已經想像自己答唔到問題，你未轉工已經想像新公司一定好差，你未同伴侶傾已經想像對方一定唔明。最後你乜都未做，已經被腦入面嘅災難片嚇到冇力。情緒管理其中一個好實用嘅技巧係延遲反應，唔係逃避，而係俾自己幾秒、幾分鐘，甚至一晚，等情緒強度落返少少先回應。你收到上司一封令你火滾嘅 email，唔好即刻打返篇300字長文，你可以先寫，但唔好即刻 send。你同伴侶講到火遮眼，唔好繼續追住對方講到贏。你可以話：我而家太激動，我唔想講傷人說話，我哋遲啲再傾。你同仔女講功課講到想爆，唔好用羞辱說話去推動佢。你可以停一停，飲啖水，離開房1分鐘。好多關係唔係死於大事，而係死於情緒高峰時講出嚟嗰幾句說話。嗰幾句說話可能你5分鐘後已經後悔，但對方會記好耐。所以情緒管理唔係扮好人，係保護你真正重視嘅嘢。你重視份工，就唔好喺一時衝動下燒橋；你重視段關係，就唔好用最狠嘅說話去打最親近嘅人；你重視仔女，就唔好將自己嘅恐懼包裝成責罵。公民書裏面另一個重要位係自我推動，呢個概念好容易被成功學濫用，好似情緒智慧等於永遠積極、永遠有動力、永遠相信自己。其實唔係，真正嘅自我推動係識得同自己嘅情緒合作，去支持長期目標。例如你想考一個專業資格，你唔係唔知要溫書，你係一打開書就焦慮，一焦慮你就想碌電話，碌完電話你又內疚，內疚令你更唔想面對，最後你以為自己懶，
其實你係唔識處理，一開始就覺得自己會失敗嗰種情緒。如果你用情緒智慧去睇，做法就唔係鬧自己點解你咁廢，而係問我一打開書，身體有咩感覺？我驚咩？我係咪將一次溫書變成一次對自己價值嘅審判？當你發現原來你唔係怕溫書，你係怕證明自己唔夠好，你就可以改變策略。唔好一開始要求自己溫3個鐘，先做15分鐘。唔好一開始追求完全明晒，先做1頁。唔好用我一定要成功做動力，改用我今日只係建立一個開始嘅證據。好多自律問題其實係情緒問題，你拖延未必係時間管理差，而係你一面對任務就面對羞恥、恐懼、完美主義、自我懷疑。你3分鐘熱度未必係你冇毅力，而係你只識靠興奮開始，唔識喺挫敗出現時安頓自己。我哋好興講頂硬上，但頂硬上有極限，頂得太耐，人會麻木、會爆、會對任何事都冇感覺。情緒智慧唔係叫你唔努力，而係叫你唔好再用傷害自己嘅方式努力。第3個核心概念係同理心同關係處理，呢一部分對成年人好重要，因為好多痛苦其實唔係嚟自事情本身，而係嚟自關係。你可能唔怕辛苦返工，但你怕自己辛苦冇人知。你可能唔怕照顧家庭，但你怕自己付出被視為理所當然。你可能唔怕伴侶有缺點，但你怕每次溝通都變成互相指責。同理心唔係讀心術，唔係你要估中對方所有感受，亦唔係對方有情緒，你就要無條件接受所有要求。同理心係一種能力，你願意停一停，睇下對方行為背後可能有咩情緒。例如你伴侶成日話你返屋企唔理佢，你聽到可能即刻覺得我咁辛苦返工，你仲投訴。但如果你聽深一層，佢可能真正講緊嘅係我掛住你，我覺得我哋越嚟越遠。如果你只回應表面指責，你哋就會嘈。如果你聽到背後嘅孤單，你就有機會回應關係。又例如你父母成日催你結婚、買樓、生仔、離婚、穩定工作，你可能好煩，覺得佢哋控制欲強。但如果你聽深一層，佢哋背後可能係驚你將來冇人照顧，驚自己老咗幫唔到你，驚佢哋理解唔到嘅世界會傷害你。當然，理解佢哋驚唔代表你要照做。情緒智慧唔係取消界線，你可以同理，但仍然講清楚。我知你擔心我，但呢個決定我需要自己負責。呢個分別好重要。同理心唔係討好，好多人將同理心同討好混淆，以為我明白你，所以我要滿足你。以為我唔想你失望，所以我要委屈自己；以為我係好人，所以我唔可以拒絕。但真正成熟嘅同理心係，我可以理解你嘅感受，同時保留我自己嘅界線。我可以知道你失望，但我唔需要為你所有失望負責。我可以知道你嬲，但我唔需要用順從去換和平。職場入面都一樣，做管理層最常見嘅誤解就係以為領導等於指令清晰、目標清晰、KPI 清晰。呢啲當然重要，但如果你完全讀唔到團隊情緒，你會好容易做出錯誤判斷。例如你覺得同事唔積極，其實佢可能係 burnout；你覺得下屬冇 ownership，其實佢可能試過好多次提出意見都冇人聽。你覺得團隊抗拒改變，其實佢哋可能唔係抗拒改變，而係唔信任。今次改變背後有清楚方向。一個有情緒智慧嘅領導唔係永遠溫柔，而係知道幾時要問，幾時要聽，幾時要講清楚，幾時要收斂自己嘅權威感。佢明白人唔係機器，人有不安，有面子，有恐懼，有被看見嘅需要。但我哋亦要小心，唔好將 EQ 講到太神化。呢本書好有價值，但唔可以變成另一種壓力。有啲公司好鍾意講情緒智慧，但實際上係想員工更識忍。工作量不合理，叫你提升抗壓力；管理混亂，叫你保持正面；上司情緒失控，叫你學識向上管理。呢啲唔係情緒智慧，呢啲係將制度問題推返俾個人承受。情緒智慧唔係無限忍耐，情緒智慧係幫你更清醒咁睇到邊啲係我可以調節嘅反應，邊啲係我需要設立嘅界線，邊啲係我應該離開嘅環境，邊啲係我需要求助嘅狀態。另外，高文呢本書有一個局限，就係佢有時會令讀者覺得，只要你提升 EQ，人生好多問題都可以改善。呢個方向有用，但未必足夠。我哋面對嘅壓力好多都唔只係心理問題，樓價、租金、工作競爭、子女教育、經濟不穩定，呢啲都係真實壓力。
你唔可以同一個每日返12個鐘，仲要照顧屋企嘅人講，你只係需要提升 EQ，咁樣係冇同理心。所以我哋讀呢本書要讀得清醒，佢唔係叫你將所有痛苦都歸咎自己唔夠成熟，相反，佢係俾你一副眼鏡，幫你睇清楚喺困難環境入面，我仲有邊一部分可以重新選擇，我可以點樣唔再自動爆，點樣唔再自動縮，點樣唔再自動討好，點樣喺壓力之下仍然保留一點點自主。而今日我想俾你一個好簡單嘅心理練習，叫4句情緒說明書。下次你情緒上嚟，唔好即刻問我應該點做，因為當你情緒好高漲，太快問點做，好容易變成反擊、逃避或者討好。你先問第一句，我而家身體有咩反應？可能係心跳快、手震、想喊、想大聲講嘢、想即刻離開。身體通常比語言更早知道你被觸發。當你留意身體，你就開始由情緒入面行返出少少。第二句，我真正感覺係咩？唔好淨係講嬲，試下講準啲，係失望、委屈、驚、羞恥、孤單、被睇低，越準確越有機會處理。第三句，我腦入面而家講緊咩故事？呢句好重要，因為情緒好多時唔只由事件引起，而係由你對事件嘅解讀引起。上司話改一改，你腦入面嘅故事可能係佢覺得我冇用；伴侶冇即刻回覆，你腦入面嘅故事可能係佢唔重視我；朋友冇約你，你腦入面嘅故事可能係我唔再重要。當你睇到個故事，你就可以問呢個故事係事實，定係我舊有恐懼自動補上去？第四句，我真正需要係咩？你可能需要休息，需要被理解，需要清楚界線，需要安全感，需要對方給你一個交代，需要自己先冷靜，需要有人幫手，需要停止扮冇事。當你問完4句，你嘅行動會唔同。例如伴侶話你成日唔理佢，你第一反應想反擊，我返工返到咁辛苦，你仲想點？但你問4句，可能發現我身體好攰，我感覺係委屈，我腦入面嘅故事係佢完全唔明我付出，我真正需要係被體諒，同時我都知道對方需要連結。咁你可以講，我聽到你覺得我少咗陪你，我第一下有啲委屈，因為我真係好攰，但我都知我哋最近少咗好好講嘢，不如今晚我先沖涼食飯，之後我哋傾15分鐘。呢種講法唔係完美，但已經唔係戰鬥。你會發現情緒智慧唔係好船，佢就係喺每一個你想爆、想縮、想扮冇事嘅瞬間，幫你開返一盞細燈。呢盞燈唔會即刻解決所有問題，但佢會令你睇得清楚少少。而成年人最需要嘅好多時唔係更多道理，道理你其實已經聽過好多。你只要冷靜，只要溝通，只要放鬆，只要唔好諗太多。但你真正需要嘅係一套方法，幫你喺情緒最強嗰刻仍然揾得返自己。所以返到最開頭嗰個問題，點解你咁聰明，仍然處理唔到自己嘅情緒？答案可能係因為聰明同情緒、智慧係兩種唔同能力。高 IQ 可以幫你分析問題，但未必幫你承認自己受傷。高學歷可以幫你理解理論，但未必幫你同伴侶講一句，其實我好驚失去你。工作能力可以幫你升職，但未必幫你喺壓力之下唔將火發喺屋企人身上。你唔係壞咗，你只係一直活喺一個好重視表現、好少教人處理感受嘅環境入面。你學識咗撐住，學識咗忍住，學識咗做到，但未必學識點樣同自己相處。而情緒智慧嘅真正意思，唔係叫你變成另一個完美版本嘅自己，係你開始願意停低，聽一聽自己內心嗰個一直被你叫佢收聲嘅部分。你開始明白情緒唔係敵人，情緒係信號，佢未必永遠準確，但佢值得被聽見。當你聽得見自己，你先有機會唔再用爆炸保護自己。當你聽得見自己，你先有機會唔再用冷漠假裝冇事。當你聽得見自己，你先有機會喺關係入面唔只係贏道理，而係保住連結。今日呢集講嘅 emotional intelligence， 我最想你帶走嘅唔係 EQ 好重要呢句口號，而係呢一句：成熟唔係冇情緒，成熟係你有情緒。但你開始學識點樣照顧佢、理解佢、引導佢。下次當你又因為一句說話心口實晒，唔好即刻鬧自己太敏感。你可以先問：我而家身體有咩反應？我真正感覺係咩？我腦入面講緊咩故事？我真正需要係咩？呢4句可能就係你重新理解自己嘅開始。
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幫你睇清一個自己好耐以嚟嘅卡關位，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心理說明書。我哋每一集都會用一本書講清一個香港人常見嘅心理卡關位。你可以喺留言講低你最常被邊一種情緒困住，係嬲、焦慮、委屈、內疚，定係長期覺得自己唔夠好？願你慢慢發現你唔係壞咗，你只係一直未有人教你點樣讀懂自己。